自己嘅選。一個倒模，像對倒好一個網友，學人去踏步，將人義務做最好，一生會追進步，完成書務，為一泄露，自我復修，機關格式都有路線圖，會做到手伸到，談出信號會消數。做就是正常，向自定輸出電量就是慣常，但是抱怨文加速轉向，自場過濾花式表現誇張，力量變重量，另類當漂亮，特異的音量，遙控吹球放空場，變異類都變正常。你我有試過自定存在意義。製造懸疑壞事，要入去放肆，烈烈如像幼稚，要一喐手指便是隨時。我卻是知，醒亂玩手指，魅力目光自住群絲中自亂挑戰。有病向前中醫，而發傷無法救治，失笑中失控新標誌，黑人中一個失數意義，自然爭出線漫遊離世一指，目露凶光嘅是懷疑原來故事，無路盡是自動生事，就像多聲道亂植入缺詞，必須世事，要活着到別幼稚。自定存在意義，無限是權力製造懸壞事，放棄去放肆，學習還未算是，一動手指純屬小事，諷刺相當可以盡收視，放肆再去終止這種漂移開始。